嘅花車咧編號就係08香港迪士尼樂園嘅花車，佢哋已經係第8年咧參加花車巡遊嘅城市啊！咁今年嘅主題咧就係香港迪士尼樂園啊幸福快車嘅，咁啊花車以幸福快車為主題，咁啊佈置花車嘅樣式嘅，大家仲見到啦，米奇老鼠咧加入啊敲擊鼓手嘅行列嘅，咁沿途咧不斷咁敲擊住跳舞啦，將福運啦同埋鼓聲傳遍香港，大家共度新歲嘅。嗱咁啊，見到我哋呢一架花車咧，就以樂園裏面嘅火鼓聲氣嘅火車嚟做呢一個設計嘅靈感㗎。咁可以見到咧，就係花車嘅車轆咧，就係圓圓滾動啊，象徵住包月圓好運財運滾來啊！咁除咗呢個花車咧好特別之外啦，唔少得咧就係呢一班星星藝俱全嘅表演團體，佢哋不停咁為大家送上歡笑同埋祝福，祝願新嘅一年大家都可以夢想